刘兄弟，大家平安。这是咱时间已经到请咱检查一下咱的手机甲关机或者是甲关做震动的，因为咱的礼拜要开始。这是咱三角来祈祷。天父主，感谢你，在炎热的天气，互我会当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学习你。恳求你帮助阮每一个服侍的人员，每一个服侍的同工，在主你的面前，诚侪美好的器具，求你收赐阮气力，互阮所做的一切通荣耀你。主也恳求你帮助带领，互遐抑搁的路途或者的会友，会当得到平安。主也恳求你甲阮三个弟弟，互阮常常在主你的引带内底。互我也愿意顺服，在主你的带领，祈祷奉主耶稣叫圣名求，阿门。兄弟姊妹平安。咱即马先来锻炼咱的诗歌，首先咱来看下新献诗691首，中是见信徒。信友亲，咱总共有60吼咱会使第1站咱先请兄弟先来吟，然后第2站再来请姊妹。好，来第1站咱请兄弟同齐请，中是。好，来，咱即马第2站，请姊妹来请。勇敢的总统，我愿美帮塞你，我最你的主，因我美帮在你，因我关关念，他们的来看你，请求我伸手，无情你属和你。好，来，即马咱第3站，咱请兄弟过来请。虽然天最晴，我听你龙傲天，有上那苦海，我没惊到今天，我没会怪你，我免那免就好，因创个不好，我有上别快乐。好，来第4站，姊妹继续来。拄着大试炼，就通听我勉励，是我恩典，你先个人，唯有我受你，是着我的旨意，亲像能行，这心也无通比。好，咱即马第6站，咱全部兄弟姊妹同齐来请。我靠我恩典，你心灵的安定，对待的面前，你美的我的手，我归随公义，你为我没受待，没对到大失败。好，咱这首锻炼到这，咱继续看来209首。我捌吞忍，天父上帝。咱请思琴干那大一解。我捌吞忍，天父上帝，捌望我的主，伊下耳孔听我祈祷，所求伊有赏赐。第2节对亲献起，对道面中，伊有牵我出来，互我的脚。我石盘点，互我行路自在。
咱也是共看吼，即首有60吼，咱即个第一站咱请姊妹先来，然后到第二节、第二站就兄弟来。第一站咱请姊妹先来给人来请。我马吞论天后兄弟，我我的中，一下一看天我祈祷，所求你有修书。咱即首无较熟吼，咱第一站过来请姊妹过来一解吼，来第一站姊妹过来请。我马吞论天后兄弟，我的中，一下一看天后的后，所求你有修书。好，来第二站，咱请兄弟来请。对天气，对流未流，一无我出难。我的花我就不甜，我甘露主宰。好，来第三站，咱请姊妹过来请第三站。我的水就是你光，一心落落感伤，在那美挂起更为来我主的名。来第四站换兄弟来请，我的兄弟。哦，赶快第六站吼，咱来请全部吼，全部兄弟姊妹，咱大家来去来请。你的高你本安康，我心的模样，你的信息拯救的魂，共起来我回头。好，来，咱继续看咱的。本月乐圣诗吼，7月乐圣诗是66首。天父可怜世人艰苦，这首是陆先春写的。陆先春是咱有名的教会圣乐界的父亲是那个有一个那个骆老师的父亲骆先春哦。是骆维道的父亲骆先春。圣歌队捌听过骆维道老师的圣诗哈，有几次这写的很对，台湾的那个的曲调非常非常的那个浓厚的哈。好，来，咱来试看看哦，全部吼，总共30。来，第一站咱全部来请来。地皮高的水浪惊涛，用对多温的浪，这一生行救主耶稣，让世人能受苦。我念。
好，来第二站。后边林根救主耶稣，就是千里我龙，阳光永驻对伊来行，都不用路来听。我念经归先辈兄弟，尊贵眼望无天，温天高起，欢喜平安，归地救难中国。好，来第三站，来。最那温暖，内心无量，无人天下，难丢回去，难被松动，永无那个先辈兄弟，尊贵眼望无天，温天好地，欢喜平安，归天救难中。咱诗歌串联到这，咱请准备心来敬拜上帝。来啊，咱着摇花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即是请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65首，圣诗65首，天父可怜世人艰苦。天父可怜世人艰苦，大开救恩的路，找伊圣囝救主耶稣，降世替人受苦。愿荣光归圣父上帝，尊贵永远无替。恩典福气欢喜平安，归地上人中间。请咱做伙起立来吟。
请坐。请咱即时用主祷文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咱做伙来读主祷文。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掀开咱的圣诗后壁面，咱的启应文，启应文第54篇，启应文的第54篇，启应文54篇，记伫伫马太福音第5章。再咱做伙来启应。心灵善良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咬喙担信无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现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这是咱搁来吟圣诗，圣诗第209首，圣诗209首。圣诗第209首，我捌吞忍听候上帝，捌望我的主，伊耳孔听我祈祷，所求伊有赏赐。请咱做伙起立来吟。谢。这时，咱做伙仰头来祈祷。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上帝，我要学乐称颂你的名。
万项拢是你创造，宇宙逐角落拢有你的业力，拢有你水阁美好的旨意。阮感谢你赏赐即块水的土地，即块水的岛屿台湾，互阮伫遮徛起。感谢你伫进前水前咧紧急的时候，你适时来降落甘霖，互水库的水加添。除了水外，其实我嘛真正欠缺着电，求主你启示阮会当发电、存电、甲传电的方法，互阮毋但有电通用，阁是永续的电、绿色的电通使用。主啊，阮台湾真无简单，才会当行到今仔日的民主阁开放，阁有阮的经济发达。求主你赏赐智慧，互阮的掌管者，通有周治周到的方法来维持着两岸台海的安全，也互台湾会当有气力诚做世界的帮衬。阮即时嘛要特别为着总统甲各部院、县市政府的团队来祈祷，求主你赏赐因智慧、有远见、有能力来治理阮即个国家甲阮的城市。所以，阮伫咧俄乌战争开战到即嘛已经1年，阁超过3个月，阁有缅甸的战争，甲叙利亚、甲土耳其等等即个地区的所在咧，还阁有咧争执。主啊，求主你来掌管，互逐角落的战争会当停止。主啊，求主你叫醒遮野心者的心，限制因的能力，会当保护人民的安全。供应遮个伫咧战争中间的人民的失落，互因教业有够，互因所需要拢教业有够通用。主啊，我嘛祈求你，互遮个战争会当缩小范围，袂滴到引起其他的国际的问题。主啊，伫这战争的中间，特别求主你照顾遐失落甲走险的难民的所需要，求主你供应因到有业。嘛会当培养因去煞接会当有家己来供应家己的气力。求主你嘛赏赐智慧甲开阔的心，互各国的执政者，互因有心嘛有气力来稳定遮个国际的情势，减轻各国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经济甲生活的压力。主啊，虽然阮各国已经开放，疫情已经过去。总是 COVID-19， 甲阮的流行感冒，甲阁有 RSV 呼吸道的病毒，甲腺病毒、诺如病毒等等，啊，阁咧传染，而且传染甲真正哩厉害。主啊，伫即个中间，求主你医治遐个无说入去染疫的人，降低即个疫病的负面的影响力，互遮个着病人的民众伊的身体。减少因负面健康的影响，互因增加因的抵抗力。即时暑假已经到，阮嘛求主你特别保守所有放暑假的学生，因的心、因的身躯、心灵，甲因的身体，带领因无去互3C产品来捆绑，因会当躲闪遐诱惑，因带因会当决志要来认真来学习。学习对未来的世界、对未来的生活有路用的财力甲技能。主，我们继续求你会当帮助伊坚定因的目标，去结交遐好的朋友，有好的品德，为着家己、为着教会的未来来努力。伫即个自媒体发展的时代，嘛求主你保守遐掌握着媒体工具的人的企图心。互伊当做来报道真实佮有意义的内容，毋通诚做犯罪甲人心对落的温床。佮有即时，阮嘛要为着阮教会做有病痛、身体欠安、住院咧开刀的兄弟来祈祷，求主你来看顾，医治来临到，来减少遮个病痛对因生活中所带来的不便的影响，互因拢有耶稣基督的同在，互因拢有医治会当临到。阮的少年团契、马拉团契，伫咧7月25到28，要举行联合暑期的福音队，求主你赏赐智慧、能力甲稳定，互因伫咧筹备过程一切拢顺利，会当以真实的行动来回应因伫教会、伫生活中所领受耶稣基督对因的疼。佮阮的主日学嘛，伫咧
7月初3到初5要举行夏令营，求主你嘛赏赐智慧甲气力，阁有体力，互阮的同工赏赐互遮个筹备的工课，甲阮的夏令营会进行一切拢顺遂。主啊，阮即时同心，感谢你，听阮祈祷，感谢你诚侪阮的瓦靠，嘛感谢你伫众兄弟姊妹中间，你兴起阮做伙伫教会会当来服侍你。阮将万事拢交托伫主你的手里，求主你按照你所欢喜的方式来成就。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即时咱来读今仔日的圣经。圣经记载伫创世纪25章20节到34节。伫咱旧约历第25页，创世纪25章20节到34节。这次咱来掀开，我来读。以撒娶利百加做某的时，拄啊40岁。伊是巴旦阿兰地的阿兰人，比土利的查某囝。阿兰人拉班的小妹，以撒因为伊的某无生囝，替伊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允准伊所求，伊的某利百加就怀孕。囡仔伫伊的腹内3岁，伊就讲：若是即款，毋使安尼，就去问耶和华。耶和华甲伊讲：两国伫你腹内，两族要对你的身躯出，即族要较强迄族，时代的要服侍时岁。生产的日子到，果然腹内是双生的。第25节，头一个出世的，身体红红，通身躯亲像皮仔衫，就甲伊号名做以扫。刷了伊的小弟阁出世，伊的手牵以色列脚垫。就甲伊号名叫雅各。两个囝出世的时，以撒拄啊60岁。两个囡仔渐渐大，以扫爱拍蜡、熬拍蜡，常常伫山野。雅各做人恬静，常常带布片来。以撒听以扫，因为常常食伊的野味。利百加听雅各。有一日，雅各煮汤，以扫对山野倒来，野性告急。以扫对雅各讲：我真野性，求你用即个红的汤互我食。因为安尼，以扫也名叫以东。雅各讲：你今仔日用大囝的名分卖互我。以扫都讲：我拢要死啊！即个大囝的名分对伫我有啥利益？雅各讲：今仔日你着对我咒詛，伊就对伊咒詛，将大囝的名分卖互雅各。34节，雅各就将饼甲红豆汤互以扫，伊就饮食起来做伊去。这就是伊所看轻大囝的名分。以上，只是咱请圣歌队来献诗。因今仔日要献的诗是《我心俄勒上帝》，我心俄勒上帝是咱圣歌队，阁有咱的小提琴师文琪姐妹。
出来要讲道，今仔日的题目是身份，咱请柯牧师为咱来讲道。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阮感谢你，你看顾阮，保守阮。虽然天气炎热，总是你会降落雨水，互阮的气温会当降低，互阮会当真舒适过一天的暗暝。愿主你看顾保守阮，互阮每一个时刻拢来领受对你下来的稳定疼痛。一时恳求信心运行伫阮中间，帮助阮来明白你的话语，帮助阮来了解你的心意。愿主亲身引带阮每一个人，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牧师要邀请大家先想一件代志，就是今仔日的题目是身份。那呢，咱用短几秒的时间，你想一下，你有几种的身份伫你的身躯顶？你身躯顶，你有几种的身份呢？无论伫你过去人生中间，也是你现在有的，你过去有的迄个身份，可能伫即个时刻无啊。总是咱会当甲算一下，你详细甲算一下，有几项呢？有10项以上的有无？有吼，做侪人点头的吼。有5项以上的无？有吼。有人讲啊，我敢若1项呢？有无？敢若无吼。那呢？现在伫即个时刻，你有几种身份伫你的身躯顶呢？那以我来讲，我只是徛伫恁正人的面前，恁会讲你是牧师，这是我的身份。我伫牧师娘的头前，我是伊的先生；我伫阮囝的头前，我是伊的老爸。那呢，咱到底每一个人的身躯顶有偌济无共款的身份呢？那对于今仔日咱要读的经文，咱对头前来看，就是咱若对创世纪第24章，伫迄个时刻，咱看到亚伯拉罕为着以撒咧娶某，我换掉。而且亚伯拉罕为着以撒娶某，已经完成，而且确定上帝对伊的应允。而且这个应允呢，确定敢若伫以撒以及以撒伊的后代的身躯顶。袂伫其他的人的身躯顶，那呢？咱看到伫创世纪第24章内面，以撒伊确定是一个继承上帝应允的人。不过，以撒这个任务，确实伫圣经内面无记载真多，因为对24章到25章，这个故事真紧就转移到后一代去。而且是要确定后一代到底是甚物人来继承的。所以咱若对创世纪第25章，咱来看到伊记录讲亚伯拉罕佮娶一个某，这个是咧反映到亚伯拉罕伊真多，就是上帝甲讲，你要成做国的爸一个说明。而且这个人拢毋是上帝所应允，要来承接这个应允的这个囝儿，只有以撒才有这个承接应允的这个身份伫地。所以，伫亚伯拉罕抑阁活着的时阵，伊就将所有的财产拢予以撒，而且嘛将其中的一部分的财产分予其他某所生的囝儿。然后，甲这囝儿讲：恁离开，去到东方的所在，恁爱离以撒远远。我想亚伯拉罕照着互这其他的囝
互因自由，是要确认以撒伊会当继承上帝应允，而且毋但呢，伊是要确认家己若过身了后，即个以撒嘛袂受到影响。咱看到圣经记载，亚伯拉罕伫175岁时阵，伊的一生就结束啊。以撒甲以实玛利将伊安葬伫迄个甲伊的某撒拉做伙。对25章的一开始，咱看到亚伯拉罕的时代是真正结束啊。这个传承落到以撒的身躯顶，但是拄则头前讲，对以撒的记录无真济，伊直接进入到一个家族世代要延续这个议题的中间，就是要生养后一代的代志。所以咱看到经文的记载讲，以撒的太太伊未生。以撒的太太未生，是毋是甲以撒的老母迄个情形足相像的？不过无共款的是，以撒为着利百加向上帝祈求，互伊的某会当怀孕生囝。上帝答应了以撒的请求，伊的某顺利怀孕啦。这是因为上帝才有法度赐下这个性命，因为无任何一个人会当保证你有后一代，只有信靠上帝的权能。因为承受这个应允的人，要有极大的信心伫地。所以这时的利百加，伊毋知家己腹肚内面到底是有几个囡仔伫伊的内面。因为伫早时无迄个产检，所以无迄个 X 光会当照着讲，超音波会当照着讲，即伊的腹肚内底到底有几个囡仔伫地。圣经描写着讲，这个囡仔伫腹肚内面3天。咱想象一个画面，两个囡仔伫伊的腹肚内面3天。我想咱在座足侪拢做过老母的有怀孕的经验，应该是真痛苦，无爽快，因为腹肚敢伫遐咧加咧滚共款，所以伊真辛苦，爱承受着身体顶面真大的即个无爽快伫咧。所以抵到利百加，伊感觉真困惑伫个，伊困惑的是。那是上帝应允伊的祈祷，那是上帝应允以撒的祈祷，互伊怀孕。为什么阁互伊在怀孕的过程中间遮尔的痛苦？利百加伊的困惑，伊的怀疑是：怀孕是一件好的代志，总是伫我的身躯顶，却是遮尔的痛苦。伊无明白，所以伊问上帝。上帝直接甲伊讲：你怀孕的痛苦，是因为你有双生啊。不过你毋免担心，你会真顺利来生产，而且将来这两个囡仔会成做两个国、两个族。虽然囡仔伫腹肚内面3天。总是将来迄个真强、真大的，要来服侍迄个真弱小的。将来强大的，要来服侍即个弱小的，其实是咧讲即个真强的国族，要来服侍迄个较弱的即个国族。那对于当时来讲，这是毋是当时的人咧描述的一个过程。因为通常是较弱的，爱来服侍迄个较强的，所以伫咱传统的解经的内面，咱会将迄个较大的、较强的看作是哥哥，将迄个较弱的、较细看作是弟弟。
迄是对出世的顺序。当因出世的时，因的身份就无共款。大生出世的哥哥，过来伊的名，伊的身份就叫做大囝。圣经内面讲，因家号名叫以扫。后壁出世的是弟弟，伊的手抓条着哥哥的后骹肩，所以伊的名叫做雅各。咱听到雅各，咱通常对伊名的了解是掠，也是欺骗。总是雅各这字伫原文的内面，甲掠无关系。因为雅各的这个名伫希伯来文内面，甲后骹筋迄个字根是同款的，所以这个字咱会当真正面来理解，讲是伫什么的后面的头前，也是伫什么的后壁。所以咱会当安尼定心来解说讲，愿这个拄出世的囡仔。伫上帝的面前，也是会使讲，愿上帝伫后壁咧保护这个拄出世的囡仔的意思。总是咱常常拢会看做负面的，负面的有原有伊的意思是，他阻碍、欺骗。但是咱伫这个时刻，咱应该毋是用负面的来理解这个名，咱应该是用正面来理解。无论安怎，以扫是大囝。伫犹太人的传统的内面，大囝有一个真特殊的这个尊严甲地位伫咧。比如讲，当老爸无伫厝的时阵，大囝就是一家的上大的这个代表，所以厝内底一切的事，拢互大囝来做主。大囝伫当时。侪的即个有侪即个某的即个制度的内面，大囝的名分爱归互即个老爸头生的即个囝，袂当归互其他某所生的囝。所以当伊咧分产业的时阵，大囝会加一分。伫摩西颁布律法进前，伫祭司制度形成的进前。是族长咧担任一个祭司，所以呢，这个祭司代表着全家来献祭。大囝是继承族长的地位，伊有这个祭司的尊严伫咧。伫利未支派也未承担祭司的职分，进前就是安尼。当利未支派承担了祭司的职分，这个就停止啊。大囝嘛爱分别做圣归互上帝，因为上帝甲摩西讲以色列中所有的大囝拢是我的，爱分别归做圣来互上帝。所以当上帝警调利未人正做祭司，所以因就代替大囝来服侍上帝。这条文中间有一条讲，以色列人。爱用银仔将大囝来赎回。大囝看有遮侪好处，而且大囝通常拢会得到老爸的这个疼痛。伫老爸过身之前，会当得到老爸真特别的祝福。但是大囝伊有权利，伊嘛有义务，就是伫老爸过身了后，大囝有这个义务爱奉养这个母亲。爱负责照顾遐也未嫁的姊妹，但是嘛有一寡较特别的状况内面，因会失去大囝的权利。比如讲，伊忤逆老爸，因违背上帝的命令。各位兄弟姊妹，拄则头前请大家想看卖，你有甚物款的身份？那呢，这个身份敢有为你带来这个好处吗？无论是过去也是现在，这个身份敢有为你带来任何的好处吗？我想一定有。
总是咱伫即个社会内面，咱伫即个世界内面，咱常常互一寡真响亮的即个抬头名称，咱互误解啊！敢若咱认为讲，只有徛伫某一位位置的人，拥有某一种身份的人，因就有真特别的待遇。不过，真正确实伫咱的生活内面，真正是安尼。总是咱毋通忘记一件代志。今仔日，咱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咱每一个人拢互同家所赎回啊！咱拢是什么款的身份呢？那安尼来看，咱拢是上帝的囝儿，咱拢是上帝所创造的。咱拢有上帝形象甲样式，伫万民拢是祭司的即个观念的内面，咱每一个人拢是领受上帝恩典的人，咱拢有一个永生的愿望。所以，当咱有即个身份的时，这就是上帝予咱的好处。总是有人对身份即种看袂到、摸袂到，敢若亲像一个概念的名称的时阵，因敢若无真重视，有无拢好。但有时拄着一寡状况的时，因就真容易放弃因所有的身份。当以扫甲雅各两个兄弟出世了后，两个兄弟的兴趣、两个兄弟的个性，因的发展是完全无共款的。咱看到圣经描写讲，哥哥以扫真爱去外口的活动，伊真做一个真好的即个拍拉的人。伊真会拍拉，伊常常伫外口。弟弟雅各真恬静，定定伫厝内底，伫布边的内面。所以两个兄弟，一个有真是种拍拉的人，迄种真粗、真勇的迄种感觉伫的；一个是外表乖乖啊。以撒甲利百加，即对父母嘛，对因的即个双生仔的即个兄弟有无共款的疼痛。做了后，做代志了后，其实咱看到圣经26章、27章咧记录的遮所有一切，咱就知影，即个发展嘛，甲因父母有关系。老爸介意食即个野外的遮的野味，所以以扫就拍拉互伊的老爸食。老母介意雅各。所以雅各就常常伫厝内底，甲伊的老母有侪侪的互动。所以咱看到圣经咧描写讲，有一天雅各煮了一鼎即个柑仔色红的即个小扁豆，煮了后真香，规间厝内底拢是即个香味。遐尔啊拄啊好，以扫拄啊拍拉转来，伊真忝啊，伊真枵啊。所以闻到即个香味，伊就挡袂牢啊。以扫就甲雅各讲：“我忝啊要死，枵甲要死。”即个红豆汤是咱翻译的关系，毋是咱即马看到即种红豆，是即种的柑仔色的小扁豆。所以以扫就讲：“你分一寡即种红色的汤互我吧。”雅各就甲回答讲：好，我会当互你啉食的即个汤，但是有一个条件，你爱交换才有法度得到即个汤，就是爱摕咱兜大囝名分来换，我要成做咱兜的大囝。伫迄个时期的法律，其实有容阮大囝得到较侪财产。大囝有责任爱保全、保护全家的利益，大囝爱维护
全家人因中间的关系，爱照顾厝内底的人。所以大囝若要用买卖伫法律内面，其实有诶，总是若迄个咧交易的过程中间，若伤超过，若迄个交易的效力就会产生一寡疑问伫咧。所以当以扫听到雅各回答讲：“我要治大囝，你用你的大囝的名来甲我换一碗汤。”伊就真直接反应讲：“好啦好啦，我即马强要枵死啊！”以扫的心内咧想的是：即个大囝的名，伫即个时刻有甚物路用呢？所以伊就互雅各啊。咱毋知雅各想要大囝的名分有偌久啊？有可能伫老母的腹肚内咧生钱的时阵，伊就想要摕到大囝的名分。到出世的时，伊较慢，伊慢一步，所以敢若会当掠到以扫的骹后筋出来。但是伫即马即个机会真难得，会当互以扫放弃大囝的名分。伫当时的人，因的交易是安尼：你若讲好，我嘛讲好，安尼交易就完成啊。总是雅各伊真慎重，伊甲以扫就抓。我想雅各应该是想即个大囝的名分想真久啊，伊嘛真有心机，想到真无简单有即个机会，那呢我会万无一失。爱确定以扫后摆袂当反悔，以扫就抓。真简单，就将即个大囝的名分交易互雅各啊。雅各就伫即个时刻，伊得到大囝的名分管理。雅各嘛真实践伊的交易的即个内容，就将面包、红豆仔汤分互以扫。咱看到以扫食了后、啉了后，伊满足了伊肉体的需要，伊就行起来离开啊。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上尾迄句讲，以扫看轻大囝的名分，以扫看轻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的，要互亚伯拉罕的一切。上帝要互亚伯拉罕的所有的，伫即个时刻，甲以扫无关系啊。上帝应允，就互雅各来承接啊。当以扫甲雅各两个兄弟，伫因两个交易的中间，其实有上帝迄个真看袂出来迄个业力伫即个内面。虽然咱看到即个代志咧进行，敢若是因两个人咧做的，总是这是照着上帝旨意咧进行的。就是当因兄弟两个人伫老母的腹肚内咧生钱的时阵，上帝就表明伊的计划。即个大囝的身份，咱若伫以扫的角度来看，伊用人的需要要来解决；咱若用雅各的角度来看，迄是伊真聪明。因两人互即档代志进行，敢若亲像因兄弟两个就解决啦。但是因毋知影，互因会当交易的即个工作，是要完成上帝旨意。就是迄个大的要来服侍世。各位兄弟姊妹，当咱真细腻，也是讲咱来看家己所拥有的这各种的身份的时阵，那呢，咱想一下，伫你想到这个身份内面，倒一个是大的，是强的；倒一个是细，是弱的。也是拢有咧，伫你的身份内面，是要服侍人的，也是要互人来服侍呢？伫这所有的身份的内面，你所看重的是倒一个？
倒一个身份是你所看重的呢？咱若用咱人生的历程来看，当咱咧做学生的时阵，当咱摕到这个学位是博士、是硕士，当咱可能是老师、是助教、是教授、是职员，咱是主管、咱是经理、咱是总经理，咱是头家、咱是新郎、咱是爸母、咱是囝儿。这所有的身份内面，倒一个是大的，倒一个是小的。那伫咱教会内面，咱的会友、执事、长老、牧师、会长、队长、团长等等，这所有的，咱倒一个身份是咧服侍人，倒一个身份是咧互人服侍的。其实，这所有一切的身份，也是一清，拢会对着时间环境来做改变。但是有一个身份是永远袂改变的，这个身份就是当你相信上帝是唯一的上帝的时，当你相信国外的主耶稣以及伊所带来这个永远的活命的时，当你相信信心的迄个时刻，你就拥有你是上帝囝儿的身份，因为你的确信，互这个身份是无人会当甲你夺走的。所以我认为，是上帝囝儿的身份是上重要的，赢过其他一切的身份。我毋知大家认为是安怎呢？当咱咧认知，咱有一个认知是，咱的身份是大佮强的这个侧面的时阵，咱就爱去服侍其他的人。当咱是较细、较弱的时阵，那呢，咱就接受别人的帮赞。我相信，当咱安尼彼此三扶持、彼此帮赞的时阵，咱就咧完成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就是咱彼此相听。以说伫枵饿、伫饥饿、伫真忝的即个时阵，以说看袂到即个大囝的名分会当互伊有甚物款的好处，眼前的即个红豆仔汤会当互伊得到一个满足，随解决伊的问题。雅各，伊自一开始就是成做一个真争斗的人，但是恩典甲纷争，就伫雅各的故事的内面，不断地出现。所以咱若对后壁26章、27章，咱会当看到雅各的故事的内面，咱看到哇，伊哪有遮尔大的福分，甲遮尔啊好命。其实毋是雅各要选择即个冲突，因为伫伊出世之前，即个剧本就已经写好啊。伫即个剧本的内面，是上帝恩典的奥秘伫伊的生命内。其实咱若回想咱过去的一生，伫世界内面，咱拢不断咧甲人竞争，咱拢不断咧甲人咧争。三争，比如讲，咱的囡仔在真细汉的时阵要入幼稚园，有的人可能讲，我爱去抽迄个公药，爱去抽，爱去甲人三争迄个名额。伫高中的会考，我嘛考了一个成绩，我才有法度进入到迄个学校。阮大汉后生最近完成了高中的即个学测甲个人的申请。迄嘛是爱甲人伫迄个中间比较、竞争，才有法度进入到一个伊想要去的学校。研究所的申请，等拢是，当咱出社会了后，咱去投履历，咱爱去每一间公司去面试，咱才有法度伫工作的内面争取到迄个机会。
咱伫即场内面，咱要升迁，咱要有薪水较好诶，咱拢爱甲人去竞争。当咱年岁较侪啊，咱在场诶，我想足侪都已经成功成马。这可能嘛咧甲人做一个比较，总是咱毋通袂记哩一件代志。伫咱所有竞争诶内面，咱有一个身份是永远袂改变诶。咱毋通袂记，咱拢是上帝诶囝儿。即个名分，即个身份，咱无需要甲别人相争，因为迄是上帝恩典疼痛伫咱每一个人诶身躯顶。那呢，伫上帝疼痛诶内面，咱会当自在自由来过咱每一天恩典诶生活。咱同心来祈祷。全能诶上帝伫你面前，阮知阮伫即个世界需要有身份，即个身份是要帮助阮来认捌你，即个身份是要帮助阮甲人有一个互动。总是伫阮过去人生一切过程中间，拢有侪诶代志。阮爱甲人来做伙来竞争，但是阮知，只有阮是你囝儿的这个身份，阮毋免甲人相争，因为你疼阮每一个人，你互阮每一个人是有教育的恩典疼痛之地。阮为咱的献上感谢，愿主帮助阮伫阮人生的路途的顶面。无论阮拄着任何的艰难困苦的时，阮拢无要放弃阮是你囝儿的这个身份，因为阮知主耶稣基督已经为阮争取了这个身份，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领受这个永远的福分。愿主帮助阮，愿主看顾阮，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恭行上帝话，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591首。圣诗第591首，中实正信徒信用深。中实正信徒信用深，第几个信靠你的话，就找到活命路。耶稣你以外，无有名通我靠。专心仰望你，免惊吓，免失措，袂失措。请咱做伙起立来吟。
请坐。奉献。当咱来到上帝面前，咱来谦卑领受上帝恩典，咱来算效上帝所想事一切事，咱就用行动来回应上帝恩典，对内心来备办奉献，求主来感纳咱所献的时间、金钱甲心志。实属咱中间若是还佫有毋知影奉献的意义的，请你毋通奉献。请坐，这是咱做伙来读咱今仔日的金句，即礼拜的金句。吼，请咱做伙来读2摆。来，咱做伙来读，请论听兄弟，毋免写批互恁，因为恁家己受到上帝教示，互恁大家相听。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9节，论听兄弟，毋免写批互恁。因为恁家己受到上帝教示，互恁大家相听。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9节。好，过来，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掀开第3页。下周的圣工分担，咱的第9礼拜领唱是苏坤良敬请省略吼。领唱是苏坤龙，司礼是赵一乐，司琴是少年团契，献诗是少年团契，司献是周明成、丁文勋，交谈是周明雄、何德文、陈可轩、陈俊明，音控是李尔博甲张建传，感觉经理是咱的寇牧师，阁有咱的华语礼拜，无款的所在是咧领唱是敬拜团，司琴是张鼎宪。个人司献甲交台拢是周明雄甲郭德文，佮咱的其他拢是共款。毋知大家有发现真济少年人的名字咧中间出现，
较咱有一件大诶代志，较早再甲恁讲，吼。过来咱有先卖个关子，过来咱诶下咱诶下周诶聚会通知。咱诶拜三是查经基督会，即礼拜要查诶是撒母耳上卷第27章。咱诶主理是科牧师，咱诶司会是陈定辉长老。佮有咱下周诶经文下周聚会经文是创世纪26章第1节要到11节。咱诶题目是相款诶情况。咱经文是第42篇，请咱即礼拜拢伫厝诶先来读，先来备办心做咱后礼拜诶礼拜。过来，咱来掀开咱诶第6面。第6面要甲即件大诶代志甲恁讲啊，就是后礼拜是7月初9，对吧？吼，后礼拜是一个大日子，因为是咱诶少年团契要来主日，咱诶少年主日，所以是咱诶少年人要伫徛伫讲台顶，要带咱做礼拜，请咱特别为着因，吼，即个未来教会精英，咱诶教会调教来祈祷。互因伫一个一切准备，搁徛伫台顶诶时阵，拢有上帝保守，一切拢顺利来进行。搁有刷了，才是阮儿童主日学重要诶代志。好，过来第2件是阮儿童主日学诶拜托，因为拜一开始，就7月初3到初5，咱要伫个教会，今年要伫个教会举办咧儿童夏令营。即个场地，就是阮要聚会。学生，阮诶小朋友要踮遮活动，要踮遮学习，嘛要踮遮困诶所在。吼，因诶大天度踮遮困，就是12格诶阳光下底，咱困较足好势吼。所以安尼，遮椅仔要安怎呢？遮椅仔会怎物啊顶位，怎物啊顶落？而且咱诶长椅料吼，足重诶。吼，若是你捌搬过，你就发现伊足坚固，但是怎物啊重？所以阮需要真侪人。即使你若较顶仔有参加咱诶国语礼拜，啊有留落来，吼，你有开啦，毋管你几岁，毋管你查甫，阮拢欢迎，吼，欢迎做伙来整理咱即个场地，互咱诶细汉囝会当伫拜1到拜3伫遮有真好诶学习。吼，以上请大家拜托。过来，咱诶内底记录诶第2件代志是2023年上半年诶检校通知，要伫咧7月16上午11点，伫咧团契教室要来办理检校。请咱各个团契诶财务同工，你来准备好势，咱上半年诶账簿，搁咱诶凭证，搁咱诶价金簿仔，搁咱诶现金诶明细表，来接受咱诶检校。过来，咱有中秋会开会延期诶通知，下主日本来是即个礼拜要开啦吼，啊，因为阮要无用儿童主日学，所以感谢牧师甲小会甲伊刷去到后礼拜，所以是下主日诶12点半，要伫咧咱地下室，要召开本年度第4届诶中秋会，听中集来参加。啊，即届嘛特别要邀请所在座若有各团契诶会长。生活队长，也是咱诶敬拜团诶团长，请咱一做伙来参加即届诶中集会。搁有咱诶圣诞节甲咱感恩节诶筹备小组诶开会通知，下一个主日7月初9诶暗时8点要召开咱诶线顶会议。吼，就是本年度诶第2届筹备会，接续要开咱礼拜做诶会议，请组长会记咧参加，会记咧写落去簿仔内底。吼，过来第5点，咱诶圣礼典，8月初6要举行着咱诶圣礼典。若是咱有意向、有备办要洗礼，还是要更新礼，请咱咱诶干事来摕报名表，填写了来当来交互咱诶科牧师。搁有咱第6点，咱洗礼前诶信用课程，定伫咧7月23、30下晡1点到3点，欢迎有准备要洗礼，还是要洗更新礼，还是无都有，拢真欢迎你来参加，来报名参加。搁有咱诶第7点，咱诶成人主日学，时间下一届成人主日学时间是伫咧7月初9。好，后礼拜改无用吼，时间嘛是上午11点到12点。老师嘛是共阮是全家丽老师吼，啊，咱诶地点伫咧地下室1楼。搁有咱诶教界诶消息，咱诶中会团队部有举行着咱初届诶中级训练会，定咧时间是7月29，要伫咧大场定教会。报名是7月16
要报名，报名截止，所以咱若有意向的，请咱来报名。过来，咱的奉献，请咱家己看吼，若是有出入，咱的会计是财务来见证。啊嘛，请大家为着咱软正的肢体来祈祷，求主来医治。以上。补充代志报告，第一项是咱有发现咱的礼拜堂有油漆无？无吼，拢无发现吼，真好，即个功夫真好吼。咱伫顶礼拜开始，咱教会包括旧堂，咱开始一站一站油漆吼。目前已经完成的油漆是旧堂，以及咱2楼的礼拜堂吼。刷接落来，咱的地下室1楼到1楼到3楼，3楼嘛油漆啦吼。所以拢规栋咱拢油漆，咱为着这样来带到，因为虽然咱无闻到味吼，总是伫个过程中间，咱的总务组医生长老伊真用心吼，伊时间排啊拄啊好，互咱无闻到味吼。所以咱会当，你若看到还未油漆的所在，若有倒位爱需要补油漆的，会当甲医生长老小反映者吼，安尼较较真吼。第二项要报告的是小会伫4月份，阮有决议要申请一位传道师。对顶礼拜传道师训练会了后抽签，即马咱爱等到拜三，伫中会的中委会开会了后，咱会当确定倒一位传道师会当派来咱中间。咱为着咱申请传道师是要教会未来整个的发展。且正兄弟姊妹为着即件代教会未来的发展，咱同心来祈祷。以上报告。好，搁有咱煞接是要咱的圣诗上尾首的圣诗是第394首，394首，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吟诗煞要请牧师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盼望甲救赎，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别倒。
咱彼此请安。